紧接着当天最新鲜的牛肉，这些是黄吉雄梦想中的面包珍贵的原料。在台湾这个听到这个乡镇的名字，可能还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打了旧爱农贝鲜奶香。可能人家都知道比较大的牧场，不知道我们那个农贝这边有这么大的全国第2大的酪农区。伦贝这边就是仅次于花莲而已嘛，瑞穗。对，因为它是单一个乡镇，然后它有60户的酪农户，每一个酪农户大概都有养200头。并非伦贝当地人，但黄吉雄对酪农规模如数家珍，是当初挨家挨户拜托酪农供货做足的功课。求来的生乳做成奶酪，香醇滑嫩，鲜奶蛋糕口感绵密扎实，渐渐地打响名号。所以我就给自己1年的时间，因为我本来是当师傅，我就抱着说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不能失败，可能我只有1次的机会而已。原本不被朋友看好的面包店，短短2年已有了分店。这个从台中到乡间打拼的老板，从在地特色迅速累积客源。还没有吃到就觉得很好吃。泡什么？懂后生，泡什么？好吃吗？真的很好吃，不相信你来尝尝看。懂后生，或许你也可以说暗后生。从美味面包落实一乡一特色，老板说现在梦只圆了一半，他的面包王国心愿还很大。我有一个目标，我以后一定要自己拥有一个牧场，然后结合我的糕点联合一体，可以观光，还有我的产业这样结合在一起，这样才可以服务更多的台湾的那个客。泡什么？懂后生。泡什么？懂后生。